呢個位置咧？呢度少少，好翻好多啦，真係。佢就話痛到行唔到，落唔到地，左邊嘅髖關節影響埋佢隻左腳，坐同瞓都唔得，好辛苦。衝擊波嗰度位置發炎多啦，跟住就接受唔到好高個度數，接受到嘅程度係12度8度。佢幫我係咁樣用個儀器嚟幫我揾到我痛，慢慢咁樣嚟到減退。咁而家我行得走得啦。陳生由8度去到20度嘅能量級數，真係個好大嘅進步。衝擊波唔係追求越痛就越好，而係可以承受到嘅痛就可以啦。最少式衝擊波係一種高能量聲波嘅治療方式，以深入治療5毫米至44毫米嘅深度，達至消炎止痛、擊散潰散組織，從而促進自我修復。我哋嘅治療師會記錄每一次嘅治療所用嘅度數，方便醫師可以跟進成效，同埋俾客人知道自己嘅療程進步。而家有個限時優惠，380蚊就體驗到一肌一手法嘅治療方案，你仲等咩啊？即刻登記啦！